我推出行政長官表揚榜，係表揚特區政府模範嘅公務員團隊同埋人員，鼓勵公務員不斷求進，向社會展示政府嘅不懈努力同埋公務員嘅優秀表現。今年獲獎嘅兩支優秀團隊，肩負不同任務，同樣以堅定嘅決心同埋優越嘅水平，高效履行使命，以實幹成果贏取市民信任，展現政府以民為本、勇於擔當、以結果為目標嘅施政理念，亦都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、追求卓越嘅專業精神，為整個公務員隊伍樹立典範。我感謝各位同事堅守崗位，不斷突破，發揮團隊精神，精益求精，實踐以民為本嘅理念，服務社會。做拆彈任務之前呢，我哋都要確保就係話將個損害減到最低。咁喺呢一方面啊，喺成個政府嘅協調嘅之下，包括我哋消防嘅同事啊、民政事務處啊、我哋嘅關愛隊啊、同埋我哋好多我哋當地嘅警區啊、東區嘅警區同埋我哋嘅總部通力合作，就做到呢一個安全將所有人。我哋會將一個區差唔多，頭先睇片睇到啦，就係3000人咧係疏散去一個地方。而係喺一個惡劣嘅天氣情況之下，咁我哋咧透過新嘅科技，我哋利用咗組裝合成 MIC 嘅方法，咁咧盡量標準化嘅 MIC， 能夠令到我哋咧可以好快建造到呢個簡約公屋。我哋咧最快嘅項目咧喺油博路，利用咗1年時間就建造到。另外一個咧高層嘅項目，咁咧只係利用咗1年半嘅時間咧就起咗呢個牛頭角嗰個彩興路嘅項目。另外咧我哋仲利用咗一啲先進嘅科技，利用咧譬如一個中央電腦系統咧，可以統籌我哋點樣可以建造啦。我哋點樣係透過運輸啦，同埋安裝咧，我哋都一直咁樣監管住，所以達至到咧高質同埋咧高產量。